本众议院改选，自民党摕到超过2/3的席次是大赢，美国总统 Trump 随甲高市早苗恭喜。宜兰市延平路一家透天厝昨暗火烧，内底2个厝脚拢救无回来，县政府要调查这价金敢有违法的问题。屏东警方执行毒品专案，一个查甫人敢若有泼辣弹，甲警方对决，落尾2个嫌犯拢有抓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就是日本众议院大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伊所带这个自民党呢，是摕到316席，这是占超过2/3的席次，这是创下历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纪录。另外一方面，这新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呢是大失败。来看咱的详细报道。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日本众议院选举在8号登场。那么经过1个晚上的开票作业之后呢，选举结果在9号上午是全部的出炉了。我们就来看到，在日本媒体报纸头版的上面呢，是放上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微笑的照片。那么标题上面还写着自民党拿下压倒性胜利，那么执政党获得2/3的席次。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开票当时自民党总部内的画面。这届选举有高市早苗超悬的支持度带动，摕到压倒性的胜利。自民党已经占超过2/3的席次，达到发动修宪的人数标准，也创下2战以来的新冠纪录。不过，相对拄啊成立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会当讲是惨败。这届选举高市早苗伫少年族群甲中间选民之间有正悬的支持度。受到伊的指引，就连过去引发政治现金风波的自民党候选人，也有伫选情正激烈的选区，也就是台湾竞赛的山口正也，经过高市早苗徛台了后，隆重当选。另外一方面，在野党是输舔舔，甚至连现任的共同干事长安祖顺，搁有伫国会质询台湾出代志言论引发风波的宫殿乞也，一寡资深的议员隆重落选。所落来，中道改革联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彦也会负起政治责任。虽然这届选举是让36党，搁再伫汉党举办，就连东京都罕见咧落大雪。不过加上提早投票了后，整体投票率有56%，比顶届的选举也搁较悬。高市早苗将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那么台日关系渴望继续维持。不过这个中日关系冷冻，则是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公司国际记者是贺和日本报道。来看日本众议院这届的大选呢，首相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是摕到绝对多数。即摆呢，搁要加上日本维新会要做伙来组一个联合政府，也就是讲未来若准要修宪，安尼是有绝对优势。咱总统赖清德也有刊文恭喜自民党胜选。日本众议院选举开票，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摕到316席，达到2/3的多数。伊感谢唔惊寒来投票的民众，而且表示自民党甲维新党组成联合政府，提出全新的承诺。審判をいただきたかったのは、経済財政政策をもう大きく転換すると。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訴えました。这届选赢，唔但是战后高一个政党摕到的上济席次，更加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主要是高市早苗超短期的选战策略，也有伊个人的好名声。高市伫1月23解散众议院，压缩反对党反应的时间，而且避免金钱买台发价，也有政策辩论。当时反对党整合未顺，亲像中道改革联合无通有效挑战，进一步帮助自民党胜利。共有する方が増えてきたので、半ばぐらいには、間に合いつつあ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が、最後の最終盤にやっぱり時代の独特の空気に覆い尽くされて、しまったなと思います。もしそれが、与党の一つの戦略だったとするならば、してやられた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咱总统赖清德初白暗时恭喜高市早苗摕到胜利，自民党伫众议院选赢，展现日本选民对高市领导能力的信任甲期待。民进党祝贺日本众议院大选的结果，毋望深化台日关系。国民党恭喜高市，而且祝贺高市领导日本。早苗经济学会当振兴日本经济，成做东亚欢迎的助力，也期待国民党甲自民党继续政党外交。民众党表示，这毋但是日本国民对高市政权的肯定，更较展现民主政治的珍贵。执政者知影手人的权力是人民的授权，不时就要遵守依法施政的规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当来看咱台湾这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也有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呢，到当时犹未审查。各界认为这是真有可能影响到民生计划，亲像这疫苗的产业，也是讲一寡 AI 的发展等等。所以有民间团体呢，是来呼吁这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爱伫过年进前就调野协商，和行政甲立法下达对话。预算卡关，全民受害。民团要求立法院审查预算，唔通欠过年，包括今年度超过9条的中央总预算，含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甲大动了未审。基进党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唔捌停过，但是国防特别预算说已经轰动10届，嘛强调美国侵入台湾的军售案，包括要买拖式飞弹、标枪反架飞弹、M109A7自走炮，有效期限干那到3月15。基进党指出，若无伫期限内通过签署，那对自我防卫有真大影响，嘛会互美国质疑台湾的决心。如果台湾没有通过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去购买相关的，比如说反舰、反飞弹或者是反坦克这一类的这个武器，然后我相信这个以我们现有的这个武器设备，过不了多久，我们会追不上他们成长的速度。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和其他小党嘛，搁再呼吁调野立委。今年度中央总预算搁迁落去，会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国家疫苗产业千金计划、AI 运算资料中心，也搁有紧急救灾的地质有备金等等。立法院今年对于自己的预算，就比去年还多编了1.8亿元哦，包括立法委员的住宿会馆整修，还有汰换委员院的大客车哈。同时呢，还有他们的整个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全部都有增加。但是对于我们全民相关的东西，全部都卡关，这到底是为什么？国科会的 AI 运算资料中心的建制计划被硬生生的卡住 ，AI 的发展速度是以天为计算单位的，全世界都在抢算力、抢时间，而现在我们的国会强行的按下了暂停键，会让台湾在国际的科技具备计算中直接输在起跑点。民团强调，立委审查预算是本质工课，应当照期工作，才对得起人民的寄托。也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爱伫咧过年进前就调野协商，卖互关系2300万人权益的国家预算，因为政党斗争牺牲去。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咱国造畅水南海群号呢，伊的占航测试是真顺利，台船也来公开画面。有专家是表示讲，对这影片内底呢，会当看到海群号已经有载条畅落去到海底，这个深度应该是有超过50公尺。后一只国造占南海群号总共完成4摆潜水畅航。台船后一摆公开记录影片，以空翕也有伫占南内底翕到的船只方向控制，拍开排气开关门，舱落机到浮起回港完整过程，甲进行舱望镜甲天线船卫星工作测试，更加公开发射噪音游标画面。其实这游标也是由中科院家己研发的。游标可以说是潜舰的护身符哦，它的原理是利用这个声音来引诱。来袭的鱼雷打击错误的这个诱饵。当时是欧洲的国家就是拒绝出售，中科院就本着国防自主精神所研发成功。从它的水下镜头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潜深到达50公尺或更深。专家分析，影片内底海群号畅到日头无度通过海中，深度应该已经超过5.50公尺。也总统赖清德发文指出，虽然依照停书由浅到深，伫安全甲品质舰队的完成全览性能验证，稳健推进后续高览的目标，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守护家园的决心。潜水潜航跟深水潜航测试，我们当然都会有排一些测试科目，测试的次数要看科目进行的状况，会有所调整，不会只有少数这样这个几次而已，因为这个后面深度越来越深，花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嘛。看一海群号海试的时间，对2005年6月17日展开头一摆海上动态综合测试，后续半个月内也进行2摆普航。不过7月上旬检证了后，却是过147天，伫11月27、28才再度出海普航，一直到今年1月2日，台船进海的自动证实正进行潜水的畅航前置作业，并且伫2到30甲2月初5、初6实施。台船说明，畅航的测试正按照停书一步一步伫进行。全高咱的机程永远有定伫今年的6月。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的媒体《金融时报》是来报道讲，在美国正式当咧规划要搁卖台湾一批武器，那转搁加上进前的，也搁有咱国产的，安尼算起来差不多就是1.25兆。美国总统川普也讲，刷落来咧卖武器呢，会先卖互国防预算有较悬的朋友，毋是先买就先赢的。守护国家，咱来支持国防特别预算，大家讲对唔对？前一天到南道县军公里参香，向乡亲呼吁，这是总统赖清德一礼拜来第5摆对国防特别预算的讲话。也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规划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金额有200亿美金，大约代票6300亿，包含一个赢规模的精灵爱国者3型飞弹，并且引进新型雷达，要美军现要上先进的整合防空加飞弹组成指挥系统 IBCS， 那加上美方已经公告3500亿军事购买，加国产增币3000多亿，合计就是大约1.25兆。听讲中方对军售案真关心，更加甲美国讲，可能造成川普4月访问中国行程有变化。不过，在国内在野党对军事购买预算也未让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美方的朋友觉得很紧急，如果赖总统真的觉得姿势体大，那么他就应该放下他的偏执。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那把所有的项目摊在阳光下，让台湾的人民知道。当时美国对外军售规则出现重大的变动，川普催老签署行政命令，3个美国军售不过再采取先到新的模式，改做优先将恢复国防预算投入较悬，而且在区域内底有这重要战略地位的盟友，各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台湾。这一个顺位其实主要是川普希望把一些关于军售或者是更多关于军售的一些权利放回去他自己手中。当然的话，就是在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增长的幅度会不会或者是是否通过，自然有可能会变成是美国作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法。学者认为，川普新定强调战略优先加预算投入对台湾是好歹拢有，是不是法度让美方感受到咱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真侪决定性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尽管基金会是来公布114年度这儿童事故伤害新闻的统计，结果所发现讲，这儿童死伤人数呢是比前一档还搁较加33%。这当中交通事故是占上济的。即马过年又搁咧要到啊，基金会是来提醒家长，这细汉囡仔若准要出门，就爱坐这安全椅，要佚佗啥，家长拢爱特别细腻。囡仔伫充气的厝流笼，生甲真欢喜，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观光地区会有这款充气的厝流笼，提醒家长，予囡仔生这爱细腻。根据尽管基金会统计新闻报道，去年114年新闻有报的，拢总有18个儿童因为耍游戏受伤，其中有5个就是耍这款物件。我会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充饱气，就是有塌陷啊，这样子就比较危险。推挤的话也会怕。就是小朋友从上面滚下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游戏安全事故上面的一个趋势改变哦，过往呢看到主要都是在这个公园受伤或死亡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在114年我们看到明显的有这个充气城堡式的一个充气游具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尽管基金会公布114年度儿童事故伤害新闻分析报告，发现14岁以下儿童死伤人数比前一年增加33%，显示儿童事故风险愈来愈严重。其中上严重的就是交通事故，因为根据交通部道安平台统计，在去年0岁到14岁儿童车祸死伤人数达到14000多人。基金会分析，其中佫以儿童无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占多数。我们过年期间哦，儿少最常移动的方式大概就是被家人用自小客车接送。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使用这个汽机车一定要使用相关的一个安全配备。基金会也提醒家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会当降低73%的红菌冲击力，减少71%的死亡风险。提醒家长照儿童年岁、身悬正确来调整安全座椅的角度，才会当保护囡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台湾林旭凯台北报道。要若讲到这公共运输的安全，来看这台北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也搁有善导市站，昨呢是互人家偷放火。这警察是抓到一个72岁的老阿伯，伊讲家己呢就是专工对台中去的，想要透过这放火来表达伊的抗议，互大家来甲关注。加在这事故是无造成伤亡。
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阿吉堡啊穿浅色外套查甫人挂大包小包行出查甫便所了无偌久，有民众赶紧走出来，台北这份无病症，车北早起11点外大安新林公园站，互人放火，是要到2点钟了后，仙岛市站也连续发生火警，竟是一个72岁老先生烧草啊，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来，不要动！你证件有带吗？警方赶紧追查，抓到涉嫌放火72岁姓陈的老先生，佮发现伊犯案了后，佮去台铁大楼内底放4封定情批。初步询问了后，伊讲想要定情放弃引起关注，详细的犯案动机还佫调查。初步调查，那嫌犯一人没有其他共犯。那他今天所携带的纵火的一个物品，即是打火机跟稻草，单纯的就是在台中陈情没有接受到各界的一个重视，他问题没有被解决。他认为台北是比较多受到关注的地方，所以选择到台北犯案。嫌犯这过程中，佮变装闪杂集。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发文指出，警方已经在下晡2点30分左右抓到嫌犯，佮带回去。市府团队警戒佮公布加强各车站巡逻，确保旅客安全。在案发现场，仙岛市站查甫便所外口丢红色线，现场也有臭灰大味。就是会觉得说这样很可怕，就是可能会比较少搭捷运吧。如果之后都很多这种事的话，就是那种人为的那种。稍微有点粉末，或是对，很像对，焦味，对，会稍微觉得，因为之前中山的事件，对，然后也会自己会比较提高警觉。最近北捷状况不少，除了放火案以外，台北捷运中山站今日透早也发生有10人提刀坐车，引起民众惊吓，互警方照社会权，还请地方法院裁定。特别过年人较济，大众运输系统的维安也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市延平路一搭透天厝呢，昨暗时传出这爆炸的声音了后，就随着火，内底2个查甫厝脚拢救无回来。即马家属、厝头家也有这火调人员呢，今仔日是登去到这现场来了解导火的原因。也因为这间厝是隔间了后才衰人，即马县政府嘛要来调查，敢有违法的问题。宜兰市延平路昨昏暗时发生火灾，有2栋人家厝是烧甲真厉害。其中2个查甫厝脚互救出来了后，也是不幸救无回来。厝边讲，伫火灾进前有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那个声就大声的。真大声，乒乓叫。王姓者的家属咧整理遗物的时阵，一直咧拭目屎。因甲火灾调查人员厝头家找到早起去现场调查导火的原因。厝头家讲，原底是租户6个厝脚，因为无想要阁租出去，这几年敢若剩2个厝脚，原本按算不阁租啊，想袂到煞发生悲剧。所以我们本来有拜托他们要走了，这样子。自己在拜托他一直跟走，他说你钥匙去哪里啊？因为我先生行动不方便，所以都要拿那个助行器那一种。这个李小姐伊的厝嘛受到牵连，看到规间厝拢乌有去，伊目屎嘛连落来。伊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带伊行动不便的翁婿为后门走出去，才闪过这个灾难。不过火灾实际发生的原因也要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处是在1楼，那也有采集相关基证送中央实验室来做检验。有关相关的个案，我们会依据消防局现场的情形，跟我们派同仁现场了解之后，再做相关的判定。导火的厝拢总有3层楼，内底有5间隔间，是属于分组的套房。县府建设处表示，以中央的规定，任何一层楼若是有6间以上的隔间，或者是这种建筑物的隔间有10个层位以上，都需要申请设来征收。若无申请，这栋厝的所有权人都要防以建筑法罚6万至30万。这个个案会协同消防局了解感受违法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昨伫屏东，这警方呢是来执行毒品的专案，去内埔乡一搭透天厝要来掠一个通缉犯。结果这厝内底呢，阁有另外一个查甫人，而且伊的手里敢若是有这个玻璃弹，甲警方是对过真久。后来经过防暴小组的确认，加在是闪光弹。原来这厝内底2个嫌犯也拢互人移送法办。
警方开门直接甲嫌犯压制，这名姓李的查甫通缉犯是屏东警方执行毒品专案的对象。不过同时间，警方发现透天厝内阁有另一名查甫人，已经走闪到隔壁厝顶，手头敢若阁摕一粒手榴弹，和警方相对上。熊熊规个现场气氛变甲紧张，警方嘛唔敢黑白叮当。伊在面顶啊，摕手榴弹，住伫隔壁，感觉真危险的。哎呀，那袂，等伊弹落来，对无？哦，算会惊了对。对啦。以防万一，警方先救封锁线，请国军防暴小组到现场协助确认嫌犯手头的物件，确定毋是手榴弹。警方进一步和姓林的嫌犯谈判，大约点半钟，这名姓林的查甫人才愿意放下武器配合警方。有关本分局查获李姓及林姓犯嫌涉嫌毒品案，经清点后，共计查获2级安非他命毒品逾700公克。警方持续全力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净化治安环境。警方表示会针对闪光弹的来源进行调查。另外，伫嫌犯厝内查到4盒700瓦公克，警方将2名嫌犯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结束这摆心惊胆吓的专案行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年底就要来选举啊，也毋过台南市真侪民进党的议员呢，煞无啥动静。外界认为就是受到市长初选的影响。若各个业者也表示讲呢，确实是有影。今年这选举做扛棒的呢是减4成，有可能就是这市长初选提早，也佮有政府也加强处理违规扛棒的关系。对林的交流道一路驶去市区，过去选举年街头巷尾定通看到选举拜年的扛棒，这阵煞颠倒减真济，甚至写真大字的广告出租。实际观察，目前多数都是新人，为了争取选民认白，陆续挂竞选广告。也若争取连任的议员，扛棒设的比例较低，民众认为候选人平常时敢有落实选民服务，这是重点。可能过多，好像也会觉得好像造成反效果，觉得他好像砸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可是这个人有做事吧？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看看板数量啊，到底放了多少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过年前挂上看板呢，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从外地回来过家乡过年的学子呢，我们借此提升嘉隆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台南这阵立赢状况真明显，真侪连任的议员讲，参新人比加深选民印象，连任较无大量设扛棒的压力，互乡亲感受到用心，这是重点。广告业者坦白讲，今年竞选扛棒工课量平均过减4成，除了甲民进党初选期间提早有关系，加上年节厂商收件有时间期限，上大影响是政府近来加强处理违规、结果不安全的扛棒，相对对数量嘛产生影响。现在就是监视墙多出来，然后有一些几乎都是用媒体广告了。因为这种的整顿其实做起来违规拆掉的很多啦。那民进党确定由立委陈廷辉参选后任市长，整体扛棒数量下降，参选人有缘有无共看法，无共派系议员落尾要参选挂这会，嘛引起讨论。未来也会继续跟林俊宪委员的看板摆在一起，但是现任的最重要的，我也会推出政策型的看板。2026我们一定要赢，不是市长赢，是议员也要赢。而且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坚强的团队，共同打拼2028。虽然目前扛棒有较少，不过厂商认为议员参选登记期限结束，确定赢参选人才会开始竞选活动的安排。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日本众议院的改选呢，自民党是摕到超过2/3的席次，这是大赢。美国总统川普是随甲这歌词早表甲恭喜。那中国方面呢，伊是表示讲，就算这歌词是选赢，中国也是会继续要求伊撤销对台湾的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初白伫众议院改选，带自民党摕到超过2/3绝对优势的席次。日本 NHK 表示，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摆有政党赢甲遮尔水气。选前特别公开替高市背书的美国总统川普初白，搁再发文祝贺高市。川普学了高市受人尊敬，人气也真旺。认为高市这件提早改选众议院是大胆搁有智慧的决定，而且嘛得到真大的回报。川普强调，真荣幸会当替高市背书。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初白受访的时嘛，肯定高市的领导能力，未来美日同盟会搁较坚定。President Trump endorsed her last week. She is a great ally,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And when Japan is strong, the U.S. is strong in Asia.
高市早苗车白深夜伫 X 平台用日文甲英文发文感谢美国总统川普选情的背书小婷，期待今年春天访问白宫，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高市早苗按算3月19访美，受高市早苗胜选激励，日经225指数提到开盘，一度逼超过3000点，指数冲到57000点，整数大关，中幅超过5%。対外的に見てもやっぱり自民の首相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安定してやってきたことだから僕は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这场选举的结果反映出日本民众对北京构成的生存威胁愈来愈明白。若高市早苗的胜选对美国来讲是好消息，若高市的竞选公领有通过，日本就会使担搁较侪对抗中国的安全责任。不过，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欧锡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就算高市早苗赢甲水溃，也袂改变中国要求伊撤回对台错误言论的立场，也袂是甲中国交涉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自民党这届大赢呢，这是引起国际的关注。咱外交部除了是甲恭喜以外，也毋望会当深化这台日之间的关系。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伊是认为讲，因应着这中国的威胁，美日台之间呢应该要有更较大的合作，共同来建立危机处理的机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带自民党伫日本众议院选举，一声摕到超过2/3的席次，创下历史性的大胜利。咱外交部祝贺，也期待双边的关系提升做互补的全面伙伴关系。学者董日文指出，高市早苗会带日本走向国家强大、深化日本甲台湾合作的发展路线。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建议台日强化情报交流、海巡合作，并且甲美国做伙建立危机处理的机制。我们怎么样透过日本、台湾的这样的合作，跟美国的这个协助呢，我们共同的危机处理，这个应该可以做。日中关系在未来向上友好封顶，不可能的啦。向下日中关系向下坠落，会没有下限。另外，也有学者讲到，包含强化国防、亲密的路线，抗中国威胁，和台海安全。即马台日的关系变好，日本敢会推动日版的台湾关系法、日版的台湾旅行法，突破过去对台湾政策限制，这拢受到关注。从以前到现在，日本有非常多对台交往不合理的规则，包含我们的部长级官员到东京去之后，不能跟日本同等的官员在官厅里面坐下来这个谈事情。日本的外务省当然从过去的过于轻松，慢慢在做改变。日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确定之后呢，台日在这个官方的交流有没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这个突破？针对中国甲日本紧张的关系，范世平研判双方行入去冷对抗的阶段，短期内袂阁转去友好的高峰期。也讲对美国、日本到台湾，显示亲美抗中、甲强化国防，已经成做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民意。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等9个人呢，这国安法罪名有成立。香港高等法院今仔日早起是甲黎智英判20档的重刑。除了这黎智英以外呢，《苹果日报》的高层，也阁有这国际游说组织的这成员，另外也有一个前律师的这个助理，也互人家判6档3个月至10档的这个刑期。黎智英这案呢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上届受人注目的这个案件。即马已经78岁的黎智英，其实伊的健康状况无介偌好。美国总统 Trump 也阁有英国的首相史凯尔，拢有表达关心。也阁有一寡西方的外交官呢是表示讲，这宣判了后会启动谈判，希望会当甲放出来。也毋过，这也着看黎智英伊本人当有要提出上诉。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葡萄牙昨是举办这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偏这左派的候选人是果呢是大赢。因若昨伫葡萄牙呢，同时嘛有举办一场儿童漫画的投票，互囡仔会当选出因心目中上届介意的角色，体验什么号做是投票。就伫葡萄牙全国选民当咧投票决定后一任总统的时，这个投票站互囡仔嘛会当投票，而且可能比大人的政治世界较好选淡薄。因爱甲票投互家己上届的漫画人物，囡仔兄囡仔姐这啊字啊宽选，然后把票投入去箱仔内。Dois, não é? Não desenho nenhum. Que era o Mario e o Roblox. Tu conhecias todos? Sim.
Eu gosto sempre de trazer para incentivar isto quando ele tiver 18 anos também e não ficar no sofá e vir votar. E é engraçado, ele assim também sente que vota e que comprovar com o dever cívico dele. 网甲人物的候选人有迪士尼的米奇、比尼、星际宝贝的舒迪奇、冰雪奇缘的女王 Elsa、动物方程式的欧尼克等。这场轻松的模拟选票要互囡仔参与，互因理解投票的概念。投票结果出来以后，阁会伫当地议会官网公布，以增加互动。不过，大人的政治世界是继续严肃。苏当时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决选，中央偏左派的候选人锡果以压倒性的优势拍败极右派对手温度拉。今年63岁锡果如外界所料，会接替保守派现任总统特色沙。这场全国性大选的第2轮，受到2礼拜久的风暴甲强风影响，地区南部和中部3个市政议会将投票延前1礼拜，约37000的登记选民受影响，占总数 0.3%。锡果伫议会第1轮选举以 31.1% 得票上侪，温度拉 23.5% 足伫后壁。因为11个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过半，排名前2名的锡果甲温度拉进入决选。锡果落尾得到极左中甲右派政治人物的支持。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来看国内这高雄医学大学医疗企业工会呢，是跳出来替这护理师来出声。伊讲护理师呢，长期以来是受到真侪无公平的对待，包括着看科别的资源，也有固定假日呢来照常来上班。那高医方面呢是回应讲，因为这医疗服务是袂当休困，所以才会提早来调整这廉价的医疗量能。伫过年时间呢，卖另外拨经费来感谢上班的动力。拒绝罢工，还我休假！还我休假！高医工会人员徛做伙，为护理师长年来所拄到的无公平对待来发声。工会讲，护理人员带袂调，除了薪水以外，第一要紧的是工作环境。高医要求护理师排班当着固定假日袂当休，嘛无补偿，别可若欠人都爱去支援。当事人讲，长期遭受这款压迫，身心状况拢特别记载袂调。主张不挪移国定假日，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员工应该是放假，可是主管这边还是强制排班，就是要你放假的时间再强制上班的意思。药物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手术后的伤口我该注意什么？就算我很资深，但是我是内科的，心脏那个，所以我就是不熟悉，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害怕家属或是病人来问我说。这个药是要吃什么货？护理师讲，注意入行较大，这款无正常的看科别资源做法已经20多档啊。高医工会表示，这款现象不是干那高医有尔，这是无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大家科别拢有伊所需要的专业，包括用药、病人照护等等。临时临要调人来支援，那对护理师造成压力，嘛不重视病人的权益。你叫我去，那如果发生了这个危险，不只是病人有问题。甚至医疗人员、护理人员会不会担心？会，我们会被告，那请问一下，这些的风险跟这些的责任、法律责任是由谁来买单？工会强调，中央一定要严肃看待这个问题。而针对工会讲法，高医表示，医疗服务袂当等，过年期间的排班会兼顾病人安全、医疗品质甲同仁的权益，卖另外半经贵来感谢过年出勤的同仁。记者柯家做郭朝阳、高雄场报道。在旧了过年要连续休9天，在关公署呢是来统计咱国内饭店的订房率平均是43.03%，其中伫个嘉义市是要6成，这是排全台湾第一的。那嘉义市的饭店业者呢是表示讲，其实在嘉义县市呢景点是有较晏，佮加上消费无悬，所以唔但会当带动整体订房的成绩。过一礼拜就是过年，连续9天的假期，饭店业者拢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客入门。根据关公署公布过年订房的状况来看，为2月14开始到2月28天，国内订饭店大的状况平均是43.03%，其中嘉义市就59.08%，是全国上悬。有的饭店就表示，今年订房的状况甚至比去年更加好。我们整体的住房率也因为假期的延长，然后有所成长。那整体来说，我们在从小年夜到初五，目前已经达到将近90%的住房率了。我们今年的订房率都比去年还好，而且每天几乎过年期间几乎天天快客满，都90%多了。嘉义市政府表示，嘉义市金华山区甲海区交通方便，市内阁有真侪景点。嘉义市为较早只是过路休困的角色，豆豆仔转变做专工来送的所在。饭店业者嘛指出，除了大以外，其他消费嘛是民众考虑的重点。嘉义市的消费无讲介悬，对出门来耍的家庭也是个人负担嘛袂上大。其实
我们嘉义的消费本身就是比较偏低，所以说我们几乎每一项都很合理。就像我们过年期间，我们基的话，你什么都没有涨价，只是房价因为我们成本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涨一点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嘉义来旅游是物超所值。我们是持续的从整个城市的环境、旅游动线，还有住宿条件等等各个多个面向来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整跟一个改善。那所以说，今天这个住宿人次的变化，它反映的是多年来持续的准备，还有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喜好的回馈。观光署的资料统计，各县市订饭店的时间，大部分拢集中伫初一到初三，其中家己婚姻甲台中订饭店的情况拢超过60%以上。观光署分析，家己市的嘉义文化甲夜市啊，中部的文泉甲樱花季，还有北港朝天宫的拜拜行村，可能拢是今年过年民众会来中南部住饭店的原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呢，这平地上低温是伫马祖敢若5°C，因那伫本岛呢，这南投的中寮嘛敢若7°尔。不过因为这波寒流呢，这水汽是无写到，所以太平山是无落雪，电岛是有结一寡树霜，因那游客也同款看到真欢喜。气象署是表示讲，这礼拜呢，这天气是豆豆回温，也毋过早暗这温差还是真大。拜三、拜四，东北季风变强，有计到时阵呢，这北部甲东北部日时气温是无到20°的。太平山雨季温的分布大条咧，为楼梯行落去，未算加入浪漫的东卫世界。拜透早大概6点，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气温敢若负1度到0度，虽讲水汽不足，游客无看到雪，不过看到满世界的树挂是有够欢喜。因为平地看不到这些景色，而且又给我们第2次来的理由了，太棒了！现场水汽不足，没有下雪或下冰线的情形。但林木的枝条上面呢布满了雾凇。拜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马祖，敢若5.4度，本岛是南投中寮7.1度上冷。虽讲日时回暖，日头有出来，大安森林公园内底虽讲有灭原石窟当咧开，不过温度伤低，野啊甲虫拖的活动力拢无悬。今天温度低到16.6度，所以蝴蝶都冷到不想动。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是我们生态的一个比较困境。那等到慢慢的春暖花开，蝴蝶就来了。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天气会豆豆啊暖起来，不过日夜温差伤大。到拜三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变强，影响的时间较短，大概到拜四的透早。这方面，北部、东半部地区日时温度会伫20度以下。到了周四呢，各地的一个气温就会开始逐渐的回温。那接下来比较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从周五一直到周日，也就是小年夜。这段期间，大致上各地的气温感受都是会比较舒适到温暖。虽讲冷空气豆豆减弱，不过气象署提醒，拜一暗时到拜二透早，中部以北的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广阔地区低温可能会到1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民众出去外口都要穿较少咧。那我29暝进前，温度卖豆豆登去较舒适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这美国四大指数收红，台股今仔日早盘呢上悬是来到32666点，咱来台积电呢也搁再冲到1835块。今年咱台股呢已经创下真济纪录，包括这上市柜的总市单呢是超过100条等等。专家是有计讲，这台股呢伫咧宏观杂志进前，加权指数是有通挑战33000点的关卡。就因为过年台股今就开始压红包，最高加权指数开盘31956点，早盘上悬到32666点，去883点，带台股长期的包括宽台股台积电开盘1830，早盘上悬到1835，去55块，日变新高价。如果说美股能够连续性的一个上涨，不排除就最好的状况就是农历年前就封关之前，台股往这个33000来摸这个整数的关卡，再创新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年来讲的话，美国经济状况其实不错。那台湾是这个 AI 的军火库，所以当美国这一些这个科技巨头大量投资 AI 的情况之下，今年我认为会是一个好年。最高几支重点股票的走势，鸿海开悬行悬，早盘上悬到220，起5块；联发科伫咧盘中起115块，来到1825块；广达伫咧早盘上悬也有285，起5块。台股气势正强，虽然11只封关，不过全年台股已经创几多项纪录，包括上市柜加起来总市值超过100条。
抑个2月吹到第7天早盘的股价，冲到1830个的新关价。抑个这个月吹是吹过连续2天，有33支千金股。受惠于 AI 有一些新的规格演变，或者是零组件的需求增加的厂商，都会在今年非常的受惠。所以今年的话，资金还是会聚焦在 AI 相关概念股上。专家讲，若是过年这9天，美国股市跌，台股过年线就可能会补跌。要不若是美国起，台股也会跟起。过来就是宽达股第7天，因为基本面无问题，就算是出现起做底线关位震动，或者是修正整理，波动的空间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咱才讲到，这台北捷运线岛市内是互人放火，了后这西门站也来出现状况啊。有食酒醉的这旅客呢是安尼嬉戏叫，而且佫甲人杀，另外嘛有人对清洁人员大细声。雄雄发生代志，警方紧急到现场，各台穿红衫查甫人一直大声叫，安怎苦劝拢无要插，反倒倒来愈吵愈凶。当场互关警压制，实施保护管束。警方初步调查，40多岁查甫人啉酒醉，车别下晡4点外坐车返去厝的途中，伫西门捷运站大声讲电话，影响到其他人。毋过食酒醉，经过远警苦劝，伊完无要听，继续大声叫，甚至出手杀人。因推挤勤务人员，为防止其对他人造成危害，遂将该名男子管束，开除掉。西门站内无并证，同一日暗时8点外，有查甫人向指清洁人员一直喊要开除伊，声音大到保全拢听到，通报捷运警察来处理。当时男子手提包包就放在垃圾桶附近，清洁人员在这里整理，把它挪到一旁，引发乘客不满。检警到场后，立即安抚与劝导。该男子情绪缓和后，填写意见反映书向捷运公司呈请，由副站长代为转交相关单位处理。关于北捷大安新林公园站甲善导市站，特别连续发生火警了后，才过几点钟，西门站也陆续有状况，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不过面对北捷常常出现大蛇事件，也互大众运输安全各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个菲律宾籍的这个移工呢，昨暗时驶这世代货车伫咧苗栗大安的产业道路，不过呢，煞熊熊有石头落落来，去击到这个车辆，加在2个人是干那轻伤尔尔。另外，伫咧南投的北港溪呢，昨是有车辆撞入去这管制区域内底，结果嘛，互石头甲击到，一个乘客头壳重伤，目前要过来急救。救护车沿山路一路向山顶开，到事发现场赶紧将伤者送医。车子挡风玻璃啊，还好人没有怎么样。特别暗时6点外，2名非籍移工顺大安产业联络道路驶往苗栗泰安山区，经过橡皮部落山区，却拄到落石，其中一块大石头缀着一台小货车，车拿了变形，加在车内底2人干那受轻伤，甲惊着尔。为一部自小货车遭落石砸中，驾驶人73年次及乘客64年次均无大碍。因为我们这个大安联络到这个橡皮段了，时不时就会落石哈。另外，伫南投的北港溪坑谷救援人员也部练前往救援，因为团处车辆互落石牵着。负责人伤势严重，无啥清楚，救援人员赶紧包扎指挥送医急救。特别下晡2点左右，受伤负责人坐朋友的车入到南投仁爱甲国势交界的北港溪坑谷，落石熊熊落落来缀着车。管理单位表示，当地惠顺林场是管制区，并无对外开放。刚好进去的时候，进到北港溪峡谷那边是属于能高大军的工程便道，那该区并非惠顺林场游乐区的开放范围。那该区是属于破碎的岩层，时常有落石的发生啊。那我们也有一直在呼吁说，请游客不要进入。惠顺林场表示，当地是联合大圳永和工程所设的便道，地质上破碎严重，落石是非常多。有伊规定说禁止进入甲停用的标示，不过因为不是保护区，无法度开发，敢若会使呼吁民众守管制规定，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民间向这焚化炉的议题呢，是引起真大的讨论。今仔日早起反焚化炉自救会，也有民间乡长是来开记者会，因批评南投县府呢，无要听人讲，硬要来起16万栋的这大型的焚化炉，所以呼吁环境部要依法来严格审查。守护民间好山好水。
时代力量甲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地乡长甲几个民间团体早起去环境部头前召开记者会，发口号表达诉求，讲南投一年处理袂掉粪扫干那2万吨，政府煞坚持要起一个会当烧16万吨的焚化炉，呼吁环境部都要依法严格审查。我们诚挚的希望中央环境部负起应负的责任，要对全台的焚化炉互相帮忙。一方面要求南投县做好源头减量、资源回收详细分类。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垃圾量1天260吨，如果真的用心减量的话，1天的垃圾量会降到200吨以下。再加上现在的垃圾转运，其实我们民间乡南投县是不需要焚化炉的。时代力量讲，南投垃圾的回收率有真大进步的空间，只要规个县减量10%，效果就等于是省一座焚化炉。民间团体认为讲，南投地形四面环山，空气扩散的条件歹，是全国上界无适合起焚化炉的所在。南投它一年需要外运处理的也不过就是7、8万吨而已，这样子还让南投去盖焚化炉，等于说让我们这个国家的焚化炉会过多，大家都不想要做减量。相关的意见我们会请部里面全责的业务单位好好的研析。环境部派人接受陈情书，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议题要持续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初7去南投助选，嘛主动邀请反焚化炉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入场来တင်情，强调民间种地的面积是占全台湾地米产值差不多35%，是需要保护的重要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在过年之前，大家拢咧大摒扫。即卖呢，根据这彰化县的统计，到达为止，这大型家具清运量呢是差不多加5成左右。也那环林清洁队呢是利用这二手家具的媒合，互需要的人会当摕回去用，卖当达到这粪扫减量的效果。床底桌啊，就连轮椅嘛有。年要到路，袂少人拢开始摒扫厝内，有侪民众单调的家具，其实拢也会当使用。园林清洁队就设二手家具媒合区，要替旧家具找新的主人。清洁队内要阮用，阮就替啊。这囡仔读书嘛真好啊。会有利用嘛？那我这样会不会单调无菜？这些东西原本是个垃圾，但是如果你不来拿的话，就可以形成资源再利用这样。那我们经过管理之后。现在的垃圾量在减少，而且可以变成有用的一个资源。年节进前，大家大摒扫，中华袂少公所清洁队拢有提供免费的大型废弃家具清运服务。环保局表示，侪人为着省钱，会赶伫这个时间清运。今年到目前为止，清运量加差不多5成。环保局嘛设再生家具厂家二手物中心收生活物品，除了有效运用资源，嘛通减少粪扫量。今年平均起来应该加超5成有啦。木造的家具吼，阮伫秀水有一个家具厂，阮会摕去遐整理过。你11月成立的，甲1月啦吼，平均民众管的面超350件左右。我即摆民众来交换的嘛，超过200件。民众对这种二手物的再使用的感觉，应该都拢会当接受啦。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二手家具物品的媒合再利用，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建立珍惜物品的观念。另外，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年节摒扫就要开始做好分类，减轻环境的负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面对着这极端气候，即马云林县府呢是来推动智慧农业创新事业的补助计划，鼓励农民来设置智慧系统，用手机啊会当监控甲管理，互农民呢省时个成功，而且也会当提高产量。农民透过手机连线操作，人免去果子园，就通甲天窗甲篷布天开也是收开，避免果子树因为气温影响成长。伫斗六市种无花果姓刘的农民讲，较早便若落雨就去了了，即马引入智慧天窗，阁有泉水压产的系统，互农民省时个省工，提升果子良率到95%。现在在远端透过手机，我们都可以管理整个现场，管理果园，因为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只要打开手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果园的那个
状况。捕捉的项目其实非常的多元，然后就是看会因应每一种作物的需求。以水稻来讲，它可能希望的是做微气象站，去做监测、做大数据去分析。另外在蔬菜类也类似。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最近几年气候极端，为了提升农民经营的竞争力，已经连续3年推动智慧农业创新事业补助计划，包含压产生水、环境监测、气象监测等等，让土地种适合的作物产业智慧化转型。都是现在导入的一些智慧科技。那云林县呢，今年度大概编列1500万我们辅导了将近39个我们的农民那这当中呢，很多农民他们都感受很深现在面对极端气候，如果我们没有借用智慧科技的话，那我们面对这个气候的变迁，我们真的非常难以因应。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全县大约有50个所在申请创新事业补助，农作物的种类包含菜荽、果子、稻仔等等，希望透过精准的自动化系统，有效改善传统农业管理的无方便。今年按算3月份会办说明会，鼓励农民升级转型，种高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继续把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透早受寒流影响，各地天气真寒。一时开始寒流有小可减弱，但是各地悠原是偏冷。台湾各地也阁有平乌、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